来有关金华城的弊案，平面媒体再度来压料，讲沈庆京甲伊的新爸朱阿好，2020年甲郭文铁伫市长室密谈了后，马上就去拜会当时的副市长黄珊珊，加上维京集团旗下的子公司，为黄珊珊2018年参选了后，就寄付滚阿笔的政治现金，所以怀疑黄珊珊是不是有讲收不当的利益。黄珊珊回应讲，朱阿好以前是市府的官员，来拜会拍招呼真正常，啊那政治现金的申报拢无问题。台北市议员杨小薇时任台北市长郭文铁副市长黄珊珊，2020年3月开始为金华城拥挤案召开3场的辩论会。落尾一场风掠出决议金华城案赶紧审机，要唔过辩论会敢若唔是话办就办。平面媒体就压了2020年无用创党的郭文铁，因为资金有限，伫咧朱阿好的带领之下，甲沈庆京进行密会。做会期的一个副市长彭金星，双方意见交流了后达成共识。下晡朱阿好、沈庆京都是拜会黄珊珊。拜会跟密会是两回事。朱雅虎是以前市府的官员，他到市府拜会，然后会到办公室来打个招呼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事。饮宴或者是拜会相关的行程都必须要做登录。当时调阅的人选就是黄珊珊副市长，他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录。提出资料，林面峰那这期黄珊珊拜会讲法，在咧竞选时期的政治现金，马上发现有问题。为2018年竞选市议员时，有一条来自维京集团中华工程子公司中钢机械的20万。另外，中钢保全的经理高明宏甲维京会计陈慧玲，2022年到2024年各贴18条，寄付超过80万给民众党的候选人，包括郭文铁、黄珊珊、柯信远甲陈婉慧，其中黄珊珊拢总收到10万。本来要找不明资金，现在连合法的政治现金都说是汇款。那要证明家己无问题，黄珊珊也公布那立电影为王馨琪、陈慧珠拢总13人嘛拢有收，感情将有对价收取不法的资金。黄珊珊伫金华城案到底扮演什么关键的角色，嘛搁再放大检视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